我見住俾你嗱嚟攞多 number 是 Chat GPT 好話嚟咋？哦，呢我係講個好笑。 ，give me 6 random digits lower than 46。你就 sure。我唔是 long covid， 我是咳嗽痰。OK Clubhouse 人當今我幫個 pin 位你 link 去啊，所以人家看到啊 Clubhouse。啊嘛 Pookie Clubhouse。ไป start 一下，人這禮拜講叫做愛情，佢叫做愛情。哈咪來哦，叫做愛情。你等陣殺都係。哦 ，thank you，南西 ，thank you。哎呦，講得跟阿龍明白呢。特別我是見你小妹妹 imagination 嘅人，所以我想到講紅嘢咯，天馬行空咁啊！就是要搞啊！你講好事啊，免講你係人接話，我別知啊。Give me What is wrong with you, Patrick? You are a doctor. OK， 好吧，這裡。OK， 我殺一遍。喂，我特別逃避喂。我都聽到一劇了，我都幫你關了，我想講 start 了嘛。點解個無人都就其實我係攞人嘅 rehearsal。不要緊啊，攞人 rehearsal bitch。rehearsal。OK。我等 live 啊，特啲 YouTube 已經 live 啊，我叫我撳耐成間下 start。OK。有見就俾定 record。OK。歡迎大家，我再嚟到邊咧，好見你節目，我是感覺到好，但可能是真正久冇落去面咧，嗰啲感覺我比較中意嘅啦嘢。歡迎咧特別嘅邊度啲 Clubhouse、Google Meet 入面嘅聲 ，Google Meet 入面有我咧，咱嘅朋友是嘅嚟陪我，冇嚟講，我哋是冇看到影咯，特啲 Clubhouse，安尼一人特別冇人是。無人是要來陪我，這無咩想嘅，我當佢即係呢 invite others to search，即 Clubhouse 無咩想。Clubhouse 看咯，是對三百啲看。安怎看去？別看咩啊？安怎看？別看咩哦？頂到你隻大隻嘟，然後看去。But anyway，咱嘅 Clubhouse 上面咧，台灣人聽到 Clubhouse 上面咧，即係南西歡迎南西。大家好。有歡迎南西是名就木，了個。冇啊，我換了啊。是我 BDR 啫。南西我到對嚟搞啦。OK，啦到對去 Google Meet 入面 ，Google Meet 入面有會嚟陪我已經點正嘅，你話未只股未 start 咧，就是英國條我特別靚，未嚟少個。你大家人播啊？大家好，我有啲嘅，我大家人播，我係賣厝。哦，咁你聲聲冇咪水哦，你用 AirPods 啊？我是我用 AirPods，sorry。我冇啲話處了，我冇話食屎嘅麥克風了。見下叮當啊，是衛青嚟啊。一個有另外一個引導吧咧，就是衛青。係咪來？好啦，我咪講引導吧，都是講好調啦，歡迎好調。冇愛情不要緊，冇累嘅事。冇愛情不要緊，就是講乜是調。愛情無未死嚇，無累無會死。哦，你愛有累嚟講，佢使去俾愛情嚇。俾家情。開始咱講下，你一個有白青歡迎，話佢接嚟白青歡迎。Hello，歡迎。了個有那個嘅 Clubhouse 上面個裝啊，底下邊即係人話底會等我看看。底下邊是裝啊，講食嗰時平常時揸急時候然後特別錄音嘅時候起來，咱就興趣一啲，咱就是錄音俾起來甲阮講話，先係起手起來甲阮講話就 OK 哦。當然是錄音條咱是咱是2個月錄音，就是講咱新正過一號，這個禮拜我放幾個，冇，咱冇錄幾個數掉，那新正，但是咱錄出喺裏面老千。你看到，你笨蛋啊！差點仔看到，你笨蛋啊！你冇 delete 掉，冇 delete 條咩？你字啊，你大刀。
嚇我知，我就是講我未 delete 咯，但係我唔知咩事我未，我近嚟 paste 啲頭整我未 arrow key 未 delete 未係咩我唔知咩事我冇明白。anyway，我當機是真做新嘅物件啦，我當做新嘅物件，好到或者是講到啲要。但是講白隻人搞1000人識 ，OK，TikTok 啦，TikTok 啦冇搞1000人個 ，TikTok 那是人搞1000人啊，嗬，邊個學嘅 account 咧？我對會使。嘅咩？小就唔使啦，我 TikTok 嘅。哦，美國冇搞1000人。我唔知喎，你講我冇搞到 promote 啊，我唔知喎。啊，咱冇美國冇搞1000人 ，OK，所以咱特別講佢邊個學嘅有隻 TikTok，所以咱特別去邊個，咱去吹邊個學嘅就有啊。當然我去吹看阿龍。你開 TikTok 南西開 TikTok， 咱今日有 TikTok， 咱後尾去吹，後尾去驚我買1000人，because 1000人啊好，我使到啲 TikTok 要做 live 本啊，哈！特別阿未有個啦嚇，特別咱去支持，因為我冇 promote 到已經有，I think 唔知有幾人200人對我時候，所以咱人有 TikTok 嘅人後尾開對我特別一叫你嘅我別講你爸你嘛，佢你爸嘛是冇TikTok啦，叫你，特別嘛，我想你爸佢嘛是你使去叫你嘅兄弟啊姊妹啊，是你嘅孫啊咩樣叫人去對，即係邊個學嘅 TikTok，OK 普及嚇，你有阿龍除掉未？我俾看阿龍去除掉。我除掉嗰隻冇。本來學嘅有幾人啊？我未記啊，有幾人對我你看到啊？嚇600所以我就要欠人700人個，700幾人對死啊！真得，我就要去叫別人對嘅啦。OK，我希望我學我嘅技師啊個2月節，那未必講5月落雨咪是，咱會使去到 TikTok 會開 live 本啊！哇！我 follow 咧，我過嚟。follow 啊，特別做咩我冇收到你講啥咯，都有事。你特別開嘅下 notification 就turn on。我冇開啦，特別應該會看到嘅嘛。所以伊無誒，當時看你報啥物物件，用是無 notify 你誒，所以咱特別常去 check 看邊個學件。你去你 friends 誒 account 會看到啊。friends 朋友誒，阿蕉來啊，阿蕉歡迎。阿蕉你到新加坡有倒賣啊？還是到國口食韓國？冇對處。啲處特別冇倒賣。On the way 對處。on the way 對處 ，OK。OK， 歡迎大家。這個禮拜咧，我咪講嘅話題就是叫做愛情。了後，我無甲人講這個話題，特別我冇看到伊後尾阿毛嘅description。I think 阿毛 description 就喺 YouTube 嘅有，到底有嗎？喂，叫我試下你 topic 是我你邊個Eventbrite 嘅 page 是，我有寫阿毛嘅 description 嗎？冇咩？OK，我冇看到，是後面來 please 到咯，講我聽。你去 Eventbrite page 時嚇 ，Be a good partner in a relationship。嚇，你咯 be a good partner，你咯 video 應該咁。OK。了 OK，so 當叫咱咪講嘅就是講搞做愛情。就是講你安怎到底來拍拖㗎？到底你一個 relationship 為一個拍拖掉嘅事，你安怎？做好人咯，唔是講好人就本來你對你嘅愛情做好嘅物件咧，係咯？你做好嘅愛情咧，都是當你愛情寫就哇，你真笑哇，真正有心。愛情是你嘅 boyfriend 還是 girlfriend？partner 啦，對。partner，OK。對。我未曉啦，你估無了。是喎，我係咯，本同我講喎。咩？你估無喺度硬？其實你估是，我嚟叫我講一陣，叫我講一陣謝論了都，即係叫我講一陣謝到了誒，即係特別講。是出來人嚟咗。嚇，換名呢？即係換了特。換名出嚟人，我冇愛情。南西你知人哋南西 replay 嘛？你聽 replay。講就遲到嚟。
我咩未講過啦，大啲有人愛講嘅，話你個 Valentine 咪都貴嘛？嚇，嗱就祈求講愛做愛情嘅朋友祈求，啊嘛祈求，真嘅。有人來啊，有人來啊！哇！嗰一個物件嗬，是這是什麼啊？大冰啊，大絲大冰啊，唔是高比冰，大絲冰啊咩？大澳冰、古靈冰啊咩？你明唔明啊？馬里冰，你唔知咩？嚇參冰對。我唔知我冰大是冰，馬里冰。得咯，嚟。你買，你就冇開聲個。唔知係咪？一是高比冰嘅，一個個大冰。對，誒，大冰唔是大冰，大冰是打波嚟。高比冰參絲高比咁乜啲咁。你明關嘢，你講你話幾好。我上未去個冇聲，係啊。尋冰咪講啊嘛，所以時我聽人哋講，哇！我尋冰啊！你阿龍嚟，阿龍是唔是？阿蔡。特別成個是尋冰本啊，成個是。而家以為嘅 Jennifer Chan 冰緊啊！哦，對，我係曉啊，當機你講到我個時候對。原來是呢 Jennifer Chan 冰。OK， 你好，我講隻舊做愛情咯，你都知咪什麼？最近咪個咱咪個攰迄個即情人節嘛。然後是講把攰即情人節，然後咪是講想看，咱到底嗬，你暑假人你愛情安怎對你，了你安怎對你愛情，即兩方面，俾嚟講者。但我想看丁節。我頂陣咪嚟 play 即係情人節咧，情人節，你咪有阿 Dox 樣間摩多令人講嘅就頭一刀嘅啦，頭一刀嘅係 OK， 哇真係好潮人講，真係好潮嘅阿 Dox。你知你叫咩 episode 咯？你都去伊是報交18集嘅，你咁咧？報交18集，哦 OK， 所以當特別到底去聽，嗱 OK， 等陣啊，男仔等陣，我不甲人講就係，即係人特擺 email 我講，哎喲，安怎我無看到咧 YouTube 無啊 episode， 所以 YouTube 嚇我是人袂，等到咱 Google Meet 咱甲 start， 唔是 Google Meet 係叫咩 ？Google Hangout 咱甲 start 落 YouTube 嘅，但是咧 YouTube 無看到嘅人嚇，咱特別去我另外一個 account 是 John On 嘅 account， 咱隨我自己 John On 嘅account 裏面嚇，伊都有定到舊 episode 啦。John On 嘅YouTube account 咧，佢 live show 對佢就定到舊啊。你 of course before Google Hangout 時，往時冇落咯。特別舊 episode 咧，來曬去邊咧學緊嘅搞 Spotify 啊，到咯即係Google Podcast 是 Apple Podcast 去吹，當時去吹。我邊咧學緊對吹到舊 episode。OK， 來男仔講。哇！我特乜都講咩我講阿 Dox 聲就好潮，佢就神查波嘅，講安怎在查波冇多，安怎 modified 啦，咪咁樣啦，呢節戰就好潮。你就係搭擺一仔查波開車嘅，搭 break 嘅開車嘅。你冇多令講啦，嗬，冇多令講啦。你一波接嚟看一百，你講見呢隻，伊講是啊，我一波看到我咪講。哎呦 ，OK， 所以當今咩我俾看我當今咩 view 咧嚇，你係即特別話佢講拍壞咧啟動會嚟叫 Google Meet 人拍壞阿龍拍壞啟動會。佢當見嗰個要緊嘅你，讓看到到啲 TikTok 看到我 post 物件先咯，就係講，但是講我無拍壞，個無啲嚟講裏邊條怪就阿龍。有你頭毛細緊嘅水都特別可能加緊嘅水都可能看知嘛？那水啫，阿龍嚟，你去加人嘅邊咧唔是邊咧？阿龍嚟，你去加人嘅即係邊咧學緊嘅 TikTok。follower 個人講話啫，嚟，安怎講？你個人講，別個人講後面你睇下。各位聽眾朋友，各位聽眾朋友，你頭殼落淡薄啦，你講這個，哈。各位聽眾朋友，這邊是 TikTok
รู้ตัวเดียวว่าไง TikTok เอาไว้ตองกินกูบอก TikTok เอาไว้เลยหอวางตัวเบกันรู้ TikTok แล้วรู้จัก TikTok มีส่วนที่ต้องมาจะจิ๊บโอ้ยสิ咯OK 好我 clip 起來啊所以我八爪咪就硬咯嗱我可能看做咩事人俾嚟 Clubhouse 啦嚇唔是啦Google Meet 啦咱到 Google Meet 時我係落掉人哋看啲物件我可能看唔知看掉我咪講咯哎呦，OK，所以當今咩我俾看，你嚟即特別我佢講拍壞啦，啟動位嚟叫，咱快啲 Google Meet 人拍壞阿龍，即係 replay，佢當今嗰個要緊嘅你，咱看到到啲 TikTok 看到我 post 物件先咯，就係講，但是講咱條掛就阿龍，即係阿龍。那拍廣告。誒，阿龍嚟，你去教人嘅邊樣唔是邊樣？阿龍嚟，你去教人嘅即係邊樣學緊嘅 TikTok 嘅 follower 教人講話啫。嚟，按咗講，你教人講咪教人講後面嚇。各位聽眾朋友，各位聽眾朋友，你頭看錄淡薄啦，你講這個阿龍看到未？各位聽眾朋友，這邊是 TikTok。รู้ตัวเดียวว่าไง TikTok เอาไว้ตองกินกูบอก TikTok เอาไว้เลยหอวางตัวเบกันรู้ TikTok แล้วรู้จัก TikTok มีส่วนที่ต้องมาจะจิ๊บโอ้ยสิ咯แล้วว่าแกจะ嚟搞做 promo 阿龍但係你看到我 replace 你看到你頭那條掛看到所以咧我而家去教頭毛別人靠近教頭毛特別別看到你毛阿龍啊，你 camera 都俾 extra camera 啦，但係佢 angle 較水，佢俾到啲一啲人肯。我特別係俾一個 extra camera，頂面你看落來，所以你看你鏡頭看較水。你知我就知你隻時間係俾當今我對到阿龍喎，我就定住事我你知即別使講教我講，別使講教我講。未使講教我講有一個未使講教我講有一個 website 叫做Temu 嘅就 Temu actually 是叫做TEMU 啦Temu 然後我去買德姆是啊Temu 嚇不是德姆係德姆啦不是德姆特別叫做 Temu 啦即意思啥 Amazon 那邊賣แล้วบางที會員啦唔係中國嘅แล้ว咪是去哇死啊俾個正物件佢講物件 because 你買一項物件我覺一塊貴第貴 maybe 10塊然後伊就俾 hit 你唔知咩就製作隻target 嘅搞 free shipping 所以你叫到買你咪使上家阿 John 開箱咯 pocket 開箱係啦我介紹啦 OK 嚟阿涵嚟因為阿涵喺度 Clubhouse 阿涵歡迎 Hello 大家好我對去 Melbourne 了哦即半點啲㗎我剛剛一見到啲吉隆坡嘅未來特別你對去啊你對來啊แล้วเหรอเมื่อกี้เราไม่อาหารเนอะอาหารที่ว่ากันไรเนี่ยมาอาหารตอนนี้มันจะเรียกไปว่าว่าเดี๋ยวสิ講教做愛情หรือ安怎 how to be a good lover or partner ฮะ你使講房間內房間外咩使講我唔知呢。OK，你愛呢？你感覺就講家己你愛何？你安怎個會是感覺就講人你嘅翁是對你好咧？對，I mean 就好嘅 partner 是嘅條件啥物？咪啱啊！你這咪囉嗦。我即係我會講，好我累嚟啦，好我直累嚟啦。你咁，你係多趣咁咗，是唔是咁諗晒？冇，好啊！你我笑起來就唔是笑，好啊開嚟啦，特個要借好啊。哦，你是講真搞做愛情之類啦 ，OK， 哇，你梗係現實咯，你。我嘛是想。有呀。所以就是講一隻個好女啊，特別外口去隨別人，你看呢？哎呀，冇好你咪是隨別人嘅嗰隻。
最近都冇看 Facebook 咩？真濟嘛，有女無女嘛是國口吹查某。哎呀，咪講啦 ，Shakira 係啱嘛，是去找查某，你是 Shakira 來的，你會波是 Shakira 都知哦，你做咩時候愛找查某？你憑什麼去找查某？安尼款，唉，笑了都氣啊！對咧，啊，係咪講我人家咩㗎了我講嚇，即見個時講我人家冇。係咪咁？哦，對啦。查某強是 find new boyfriend 咯，講哦。老埋，佢嚟講者咯。你咪 OK，所以你講頭累咯咧，就係問暗沉沉，咪講咪念上啫。哎呦，我係阿媽真係夠念啊！我覺得你啱表跳緊話。對，就所以伊會講，我人未講嗰個。了 ，OK， 我講下，這是第一 reason 嘅啦。所以我愛對來整3日，我啲園丁嘛，我就落來咯。然後落來嘅時，我甲我嘅朋友 organize 一個 meeting 啦 ，before 我走啦。and then 無人 respond 都滯哦，我就無蝦米歡喜咯，因為古代啊，愛哇，無不會 organize 都看。安尼款啦，然後我今日3日前愛走啦，3日前來5日前我講哦，我 the day before 我走我人去食蝦米啊，伊人無 response 哦，我就無歡喜咯。然後我甲我嘅翁看着我悶悶不樂，安尼款就無歡喜啦。然後你做咩然後我講我湊無着時間甲我嘅朋友面。特別你翁是有甲你做結婚啊？內面想嘅事，你翁有啲甲你，還是伊翁到掉水咧？了，伊有啲甲我。伊對我對來啦，即擺，了家仔買互伊對來。anyways， 你做咩事？我係要 looking so down， 你做咩事？我講無啦，我朋友真係坎坷甲伊人 organize 一個dinner。你關心你嘛？真係是好嘅嘛？你講做咩事咧？你等陣先啊 ，OK 是好 OK 關心。然後我頭腦裏面就想講，可能他們沒有那麼在意我吧。然後安尼款無事嘅嘛，是唔是？特別我啲翁某講喎。我翁某講 maybe they don't like me anymore。然後伊就起來了咯。你馬來會使安尼款想你嘅朋友，因為伊人可能是無時間人嘛。你若是安尼款會想你嘅朋友，你是唔是安尼款想我淡薄無陪你覺得我無愛你？哇！發浪來。是啊，然後刷頭頂啊！講到山卡去啊！安尼真好真哦！沙丁講到山卡對。死啊！有你不要解釋緊保我啦，講藝術先呢？我迄時無想到，你知哦？我做咩事？我想，因為我真係bilingual嘛，我袂記我用蝦米 language 講啊。我頭腦裡面想是他們不在意我那麼多了，特別我翁某講是 they don't like me anymore。然後伊就安尼看咯，伊就冇停咯。然後因為我係意思嚇 ，I think we definitely need to rethink our relationship already。嚇喲，真係拖個幾邊去？你寫下物件，你就安尼款無歡喜了。你是毋是逐擺安尼款對我嘅？我講，是啊，我一日3688.58擺，我無輸甲你。我話topic啊，呢topic應該是嗬建造愛情嗰種。無教做愛情，無教啊，咁啱啊，咁一人講應該是。
教做愛情，無教做愛情，咪是上一個教授無一個是到底你來找一個朋友是你揾大妹，還是揾後輩妹來的嘛？所以話底是上嘅，唔是上一間厝。當見你咪講揾大妹來，你咪揾後輩妹來咯，可能是接受嘅啊，會使啊。情侶咪對人哋困咯。嚇，無好愛情就使講得都咪對嚇。那是搞做愛情都唔愛看，買愛看人話啦，唔知。啊，念。不過我在伊出來嘅地方是好嘅，特別伊嘅 delivery 唔夠好個。唔夠。OK，當伊只能搞做 strawman fallacy。係咩意思？strawman fallacy 是迄款你看到一個 strawman 嚇，你就覺得，哦喲，這個是歹人啊，特別是只 scarecrow。哦 ，OK。啊，你看起來外口看起來，成個是無好嘅，特別其實是好嘅。啊，稻草人先。稻草人係咩？茶頭人啦。scarecrow 嘛。稻草人係咪你個記住係稻草人 something？伊講出稻草人。冇，啊你講啦。哦，稻草人。OK。稻草人。阿龍咧，你講下隻，你感覺到好嘅愛情是安怎對你嘅愛情嘅呢？我買伊做咗隻物件，我不買做咗隻物件，我日本嘅。我特別會曉講笑，會歡喜嘅。我愛迄一種暑假講話迄一種嘅就。哦。你袂使講對面點面嘅，跟住我講嘅，我就傳你就。你特擺讀 clubhouse 咪是就穿特擺人冇講話，是你都俾 feel in 嘅。我就是覺得除咗你叫我隨住你愛情成日 clubhouse 大開。哦不，你是講到啲 clubhouse 已經是穿咧，你對處嘅時你，I mean 你嘅你愛情即係時你都問下你自己個在領大啊。誒，我咪講啦，我走成。冇，你就係人做好成人成嘅嘛，人做好成人咧，特別是人點啊，你點啊，咪是死嘅，特別你 mood 咪是保險，所以你特別做 mood，你特別拖人接嚟講話，所以你是講我講話所以特別主動俾教你講話。我講話，因為我評論講下你拄到邊啊，邊個厝啊，伊特別會曉講，誒，我見住啲 office 話拄到咩物件，伊特別愛講安尼款啲物件嘅人，伊無點無出聲啊，你無問伊無跟你講話種嘅啊，哦，你就講嘅咯。伊特別是種看到我了有物件要甲我講嘅啊，伊啲做咩物件啊？伊拔刀啊，伊喜歡夾鬧啊，伊弄到蝦米物件啊？伊看到咩物件？伊本就識夾。你咪是加即係阿韓多學兵咯，多學兵咯。阿韓字，你咪講你咪講你啫，你咪講你啫。我咪聽。我買笑咩？我話你聽，我係講我想看啲變成個樣，不如直接講話種嘅啊。伊講誒。咁咪就係對人啊，要講話就我愛安尼款嘅人嘅。哦。伊有點啊。你安尼款嚟講，你感覺就成小亂。哦，OK，是好嘅人。人是好嘅嘛。安尼款是好，特別有。安款是好啦。我係是小姐 communication 啦。佢係 call 我嘅咯。Do you understand what I'm saying？like yeah understand。然後喂我頭先5分鐘講嘅時候，伊係 call 我嘅，就係。我係死佢。伊會考慮，所以佢講，但我講係咩物件？講嚟就 repeat。你明白哦？像佢伊教我講 ，for example NFT 啦 ，NFT 是蝦米鬼物件，blah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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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A 到Z，你講。你明白哦？明。你我講蝦米呢？你看啦。死啊！哎呀，成你講你講，OK，你講得我聽話，樣你啊，我因為伊拉薩阿韓無 focus，伊拉薩阿韓無 focus，因為講袂聽嘛。哦，你 ADD 嚇，你 ADHD 哦，阿韓。我是硬，我不有淡薄是，我不有淡薄是阿韓嘅紅嘅呢，我有淡薄，我有淡薄是阿韓嘅紅嘅，我會上加阿韓嘅紅。你係講？做咩我會上加阿韓嘅紅咧？是因為我會拉薩阿韓哦，無聽我講，因為我會到一個 repeat 上嘅一個 mistake。哦，因為我明明去到我教你講過啊嘛，做咩你個想？就是咯，把你講就是，你看過就知嘅咯。It's selective 嘅，selective 嚟聽咯。哦。
好會敢聽啊聽，無敢聽就拍手啊咯。啊，是哦，我弟弟講你聽，免睇一半，免睇一半，無伊會第一半會有。我講到你安尼坐到啦，後面是你弟弟睇一半，安尼看你物件咯。哦，你是念來啊，無上念來啊。係你念攞咯就。阿韓講嘅是朋友嘛，迄就是。啊，我係成個朋友啊，肯定係講話嘅。哦，好尋常嘅。你愛係一種係啦，伊邊下面嘅壞啲嘅就係講誒，咱係做咩凊彩咯，啊無咱咪見咩凊彩咯，啊不凊彩咯，我買你款嘢咯，你袂計講誒，咱咪就看咩戲，我講話啊無你話周潤發你咩戲，你講無啦，啊無咱快嚟個就出啦。OK 本啊，我有安尼款嘢，我咪變咗狀況嘅嚇。睇你真真annoying，睇你真真。對。係咪意思講下？做咩做 annoying？講下。我說以前都 annoying。你做咩有你會家己看下嘛？你若是你叫伊，你要看咩戲？伊講你驚，你驚嘅是伊無咁亂。驚啦！伊講我唔買呢套。你意見出嚟特別講買啦，你估唔話會看咩戲嘛？同埋我冇同你講過咯，OK 啊，凊彩咯嚇。安尼款就是講伊有這種。伊唔是上名咋，伊就是伊記喺你唔記出嚟咧，伊甲你正到對個，你就乜咁未玩嘢嘛？人講好你聽啦，你個咪企，安尼款呀，我哎呀，你講應該煩你咋，就是講安尼個打青馬跳，咧就有花出嚟嗰咋，我想幫先 OK 啦，姑你隻機啊，學會到啊，一把落死啊！你睇啦，講會話啦，你大家估嘅事，你都下面開山變開山呀，攞爆炸。唔係，就係講換落就講你白豆咪梅咯，你個決定就好咧嘛，你梅嗰陣邊，我買你款嘢啦，唔是講別使尋實就講我了解你本了解我，你就講我會當你款，你本會當你款，按你款嘅愛啫。你我買時候兩本嘢你就。特別有注意家己誒所在，咁咪就叫我 girlfriend 咪幾日半樣，OK，係咯，冇鬼昧嘅，上善意嘅，特別安尼款嘅。OK。ICGP 人上講啊，都啊，人較濟人我想講啊，愛情特別你愛嘅物件，你喜歡嘅物件，你有希望嘅物件較白上，特別我愛看下你是講。你嘅愛情無相較你較好，甲你嘅愛情愛上行較你，啥物事你知無？你若是兩人愛上嘅物件上濟啊，伊會看若是無相甲你嘅，你較加入較濟。哦，個一看法就無相，你就加入啊。我咁講嘅咯嚇。佢成日教你暑假一個，比如講啦，一種嘅劇，你暑假一個劇真係濟，一般暑假伊個劇真係濟，特別你講伊個劇有一項，好像無，伊無 agree 甲你啊，伊啊，你就特別若是你是，特別若是你是阿龍來講，你咪是歡喜咯，你睇甲你紅小尋上一條歌啊，對咯，特別你袂使甲咱無上本啊，如果你對有上，啲路差唔多一部分嘅物件上本是好嘅，是講若是假咧物件上咯，線咯，大致看到一邊。譬如講，我熟學 old languages 啦 ，for example，係啦，我冇熟學 old German 嘅，係啦，我熟學 old French 嘅，伊 old German 咯，伊數唔要緊嘅。特別我有一個上嘅 passion 咯，我想你嘅愛情若是有 totally 無相嘅 background 甲你，伊愛嘅物件是 totally 無相甲你，你會學物件甲伊本身會學物件甲你較濟。特別啦，你特別會接受伊嘅無相嘅物件，伊本特別。頂擺我係不耐。做一個人無相，天個地，個了看人啊，直上講，兩人安尼無病，安怎會人會安尼啱啊？都是人無病啊，較會啱，因為伊講嘅物件，我直學呢，伊愛嘅物件，我學個了 ，because 我唔知咩，伊愛搭咩？伊愛搭咩？肯定要去拍車嘅。這邊，sorry。我想是搭咩是八咩咧，最後實嘅。我啊，按照講啊，去這邊了。啊，這邊把超超。走下啊，這邊了去墾丁啊，去小島拍啦。啊，伊是真係好死嘅人嚟。即係我都唔。好死上面就係屬甲咩人啊？
我先你嘛知咯，人愛去 riding 嘅去坐咩啊咪，แล้ว去 hunting 嘅，แล้ว伊本是真正 outdoor 真正外面嘅不สุด，佢แล้ว就拍情啊，係咪？安尼款嘅物件。我呢是我哋坐苦啲厝聽劇聽拍車，啦，咩安尼估啦，款嘅物，伊本是咕哩厝俾你講，估啲注意咗。咕哩厝所以我去看，想個看 opera 嘅時，去聽去 concert 嘅時，伊對我係時，伊學物件咯。伊無亂咯，伊點聽文咯，伊無明白文咯，伊點聽，伊用伊自己點先去。哈利就是其實我感覺到哈利咧，都是正式嘅好嘅愛情，因為安怎咧？伊好嘅愛情就是講，你唔是干那袂做你家己嘅物件。你有當時你無事嘅物件，伊為咗你，伊甲你做一去做，哈利就是好嘅愛情，我感覺到。係咯，伊上就路嘅伊成個講，伊無事夾本好啊，伊為咗袂，伊總是在講你歡喜啊，伊你去，伊不會成日講 ，OK 我去哦，你看。因為你靠已經嚟講，有可能是無事夾。伊佢俾我都食個，伊榴蓮咧個幾閃貴。伊看成個，伊看人坐咩事啊？伊本是會教伊講，哦，你看這人坐咩？係咪 style？伊本是教我少數學我呢，是我學較坐物件。人是一種真係 open minded 嘅人，但所以人會接受這裡面。有啲人伊講，你講講出面都冇去，你自己 over 咧嚇。你人是比較啲，嗱我俾聽白你，我俾聽白你人有你可能看話咯，一頭買咯，我冇興趣，咪我冇興趣。誒特別有當時老實講，有當時我是冇興趣嘅，是講我是嘅聽，是因為我知。我唔是講我有興趣要聽伊講咩物件，我是要互伊知，我唔是要互伊知，我知講伊若是有機會甲我講來講，對伊來講是一重要物件。你知有？伊真歡喜 ，excited， 伊來說講，來說你紅啦，真歡喜啊，對來啊好，伊無你去做嗰啲物件，你無插嘅物件，伊講哇，點解我去做咩物件嘅時候咧，你就唔知無興趣。你對伊來講，唔是講你無時間咧話題，是你無。在意無關心，要聽對伊隻要緊嘅物件。那是你嘅愛情，愛物件，你真正無興趣、無插、無事夾本，你係咪 start 甲伊啊？冇啦，唔是夾了啦。愛物件那是做一個，你無事夾，你無插誒。你都無 start 甲伊了嘛？特別有當時成講90%咧，90%是啱啦，10%是無啱。你往時都俾姑姑10%都俾姑姑成個哦哈，聽正啦，誒你我講聽，唔是講你做戲係咪？唔是講你做戲要緊，是講你做這個 action 條是為咗你愛情，唔是講為咗你有興趣無興趣，為咗有興趣無興趣是為咗你家己。來，有當時是家己個人嘅經驗，你就做，比如講啦，有啲人一起有30幾歲啦，伊無愛情，啊你一拄到一個，哇死白人刀，伊就是伊愛一種嘅白等嘅做，伊都無去考慮呢隻物件，伊無去 consider 呢隻物件，一先行到先，係咯，飛就講，哦，佢白白點先，伊真歡喜 ，because 有一個真係人刀嘅 boyfriend example 啦，係咯，佢呢點先，小根本真又好嘅喎，伊就是啲小辦法啲無上所在嘅，家己去補咯。你補到尾點先，伊家己邊度穿嘅，你講誒死嘅個呢，伊個話你無想嘅，伊嚟到按伊摘掉點先，有可能是伊無力嘅咯。特別有啲人是伊家己變基本嘅，有啲人是會變嘅。人個是唔是講100%嘅嘛對？你做愛情，我冇講你除到100%啱嘅物件，你會做物件，會講嘅物件，你個愛嘅嘛？當時是啦，我無相信你誒人講啊，有一個人是你嘅perfect match 是perfect match，你嘅愛情我無相信咧。無啦，無可能嘅除掉。That's no such thing。I mean，就是有嚟講歡喜咯，為你歡喜，特別我是感覺這就是無可能嘅啦。冇可能嘅 perfect match 這世界，是你安怎去？我感覺到嗬，我看我翁做物件，我知講伊家己是無興趣啊，是無暑假，特別伊知我暑假，所以伊做。哈利我個感覺到 ，Oh my God！ 哈利是就是教做愛情，就是嚟看我講聽一個 example。我你知我翁是成個往隻物件嚟講啊，我翁咧伊是隻 American 嘅 ballad 嘅，所以食咩食咧
個 steak 我啊知，steak 嘅 potato，嚇嚇，伊無路捌講互人聽，哦伊無食 steak 咧，對你便宜，你卡面會你煮嘅 steak 咧可以食，你講好食，如果你無看到樣啊。medium rare 無 rare，medium rare 對，我拍啦，就是 Valentine 這時咯，我開啦隻啊，我煮開，我有計講，我唔是仙女啦，我計講，我講我煮咗一個吼，伊個肉有較紅，特別咱冚開冚暗暗，都唔知你食看，伊 trust 伊相信我嘛，食當然加食，แล้ว伊成我食物件，伊是食暑假一種，咱較成個食啊哩 traditional 啦，所以食啦，我當人食呢。伊是成講有咧食喺香港食，伊感覺就是伊味素無乜夠。伊食像食 Malaysian food 啊，食迄個 Indian food 伊個會咋，特別你食喺當人食，往時成個唔咧講當菜吼，往時較清淡薄物件，伊就話成個無味。特別伊姑姑，我家己找朋友食，我真無是個食。特別姑姑伊會成講，驚人去食者，我講毋是你無是個食，伊講不要緊我 try 下，所以伊知講。因為我甲伊去吼，伊感覺就講，伊養好你啦，哈，你都要笑鳥來鳥去嘅那款，即係搞做愛情。哈，那咪就是啦。我猜做咩事？你 OK，of course 有咧物件，毋是講一百做完全特別。我知往做只20幾年啊。啲98就這年啊，啲98當2003，是是50個年。嚇冇啦，我20個年。嚇？阿 John 呢？阿 John 爹哋我咪是20個年成個咯。1998當年是20個，我比較衰喎。20個年成個。哦 ，Oh my God！我 silver anniversary 喎，今年。20個。呢段係白照哦。Silver anniversary 影判啊！哎呀，我冇笑掉喎。哦，I think 是 silver 啦。哇，嗱，這白酒請我，白酒。哎，你請你名啦，咪試到個別大冰，參冰。參冰，嚇 OK，哇，接過年我較笑掉呢。OK，所以我就是講做隻安尼句啊，แล้ว你特別燒鳥咯，你當時鳥一鳥女安尼款，แล้วก็有歡喜。แล้ว鳥唔是講哦，我本暑假嘛，แล้ว就 OK， 有咧物件是咱想嘅物件，是講往時往做隻看 YouTube 啊，咁咪哦是看 YouTube 物件，往時伊是個看伊咧物件，我本是無是個看，夾夾咧。因為我會物件。小鳥本是你袂使拖嘅啊，伊就要做嘅，你袂使，你就袂使 expect 嘅。無了個一個無好物件就是講，哇！唔知看到地處你無時間看戲啊，當今你就要靠看，停到對話你看，你是第死啊咯。你就無爽了，你就無爽了，你就要夾。你變咗你是，你實是俾人衰小啊！同埋女嘅攞套女人呢，你咁冇意思啊！掉啦！哎呀，你阿 John。阿 John 20個年，嗱我30年咗嚇，咧阿 John 擺招，我跟阿 John 擺咯，20個30咯，可能攞人，攞紅包嗬，攞學咧阿 John 咧攞貴嚟學啊。誒，參並等陣，我講嗰隻 comment 就好笑到啲 clubhouse 時，攞 clubhouse 我看到教殘字講嘅物件 ，same age with the Rempa from 1998。少你諗巴哦，我落晒諗巴對。參並啦，你講參並。哦，我係講嗬，咱小鳥嗬 ，sometimes 咱鳥來鳥去嘛，了有一日若是講伊做蝦米物件，你真氣氛本好嗬，了你想着對講。伊好嘛，伊對人好嘛，所以人本會講啊，不要緊啦，人本對人好就對，所以 actually is good， 是好嘅咋，人安尼款會，人會蝦米嘛，人會講國家 loving 咯。你對我嚟講啊，你講你嗰時候有乜事笑到成個係你白人講嘅人講，哦，你特別幾積德啊！你條叫幸運咯。啊，冇你即係你積德就叫做咩啊？大50蚊咯，你成為大50蚊咯，你條叫查咯。哈哈，冇你是成個講，你特別
你積翻啲陰德，積翻啲陰德啊！你意思？即唔是陰德，即係叫做分德。福氣啊！你積翻啲福氣。你特別小學就係對，小學呢時發到時過嚟，你順起來時講，哦，定到是對我好難，又見到係攰慣啫，係啦。對啦，串差嘛，做人叫。對。人個愛行落去，個愛跪落去，個愛困咗一下，所以袂使點笑眉。對，各位困咗一下，袂使點笑眉。就是話啦，個別人，但係人當然講到好嘅嘛。講到好嘅嘛，個把你告訴。我就想啊，你小鳥個人啊，你頭先都被有理由了嘛，所以本來是看你安怎，你愛伊偌濟，本來是安尼看，你愛是你袂無，你無產逼嘅，你愛還是無愛，頭先都有了誒。你有明白我講？你這物件未逼本咯，你若是講真愛伊嘅人啊，我唔知明白。講啥？你若是講真愛伊啦，你無插伊往時正無好，下邊無好，你為咗愛伊啊講，哎呀我唔要緊啦，我because 我愛嘛。你愛嘅人，你真係應有伊對。特別嗬，即係想是少欠債較濟喎，可能欠伊較濟，還是伊欠你較濟嘅，你看到就有。無，你特別係啦，你算啊，看買來是條本，你家己坎坷啊，你無是你都無咁辦了。對，你對佢大窿啊，還是？特別查某甲查甫誒無相啦。等你講查某查甫無相，查某查甫啊，係咪無相？講下啦，咁去安南西。查甫就講。較夠水，嘅啦，淡薄即是查甫嘛，你別講嘛，只是查甫嘅我人嘅荷爾蒙嚟嘛，上可能嘛。我哋有記啦。查甫嚟講，教老講嗬，少我人會使買報，特別我會使特別叫啫喲。我愛記少，特別別使報，買報少特別愛記。特別我講嘅特別要緊嘅 ，OK 嚟啫 ，OK 嚟是要緊嘅，啥物事？因為有你答波啊。你特啲即教你波是教你 girlfriend 拍拖時候，你聽下人查某嘅方面講嘅咗，有當時啊，你報免講查某還是查某不有，安尼看有人是啊，但係聽下查某嘅喺方面嘅故事，你查某人學啫，嚟講話，做咩事你俾記笑特別買對笑，冇係咪事？特別你講咩記笑買對笑。你特別會記掉誒，你記掉啊！你都記掉，你下兜你會知講安怎做。只記掉咯，嚇！你下兜安怎做？你寫哦，你寫寫起來。無啦，成日講即你寫嘅我會曉記啊！我講我嚟腦子要即你條我記㗎，你搞啦你，特別唔是講愛報銷啦，即係是講。即你啲area 我人下兜唔買高仔做嘢成，意思講買對人哋好咯，啲即邊格，意思別對你好咧，嚇你點樣啊？我時查某起來講掉嘅，來查某報起來，小報，無啦掉啦，唔使講這句話是掉嘅。嗰時講報銷，特別我會記掉。所以你再講即方面南面都免叫，嗱，即講真正無暑假，你做就去看戲嘅，所以你會記得講，把刀咪叫你做就去看戲啊，叫我朋友嚟歡笑。無夜時會叫伊去看戲個。嚇！這小寶，你是要 test 看幾時 break 呀？唔是啦，唔是 test 啦 ，because 你會記掉嘛是，你會記掉講。like 我係 compromise 㗎，你會 compromise 嘛？安尼款記，唔想記啦，but 有陣時你會想到講，哦，伊actually本是對你真好嘅，所以有陣時嚟記掉嘅時嚟，OK 啦，保到對啦，你對我好，但我對你好淡薄啦，係咯，所以會記嘅，好啊，無好嘅八本是會記嘅。哦，本來會記嘅，免迄個555嘅。但係我答波555嘅。答波咧 maybe 時間啊，我時間 I think 我甲英國中差唔多上，我是報咩會記，我感覺到對，其實就是講我真係按算嚟講嗬，我感覺有淡薄無公平本咯，有啲物件特別
我冇去想，啷個用白記嘅，哦，啷大波個用白記嘅，哈，真濟物件你白記，真濟物件，啊，咩唔是講係咪講？你講大波啊，大波白病就白記嘅，白應該是但是是冇可能是款啊，相本啊，嘅。有人是款，白相嘅，我就係咪有冇梅蘭？查波大波嘅，level 是冇可能相嘅。我梅蘭就有一個物件咧，就是講，真濟人是講大波，特別我大波入面我冇看過那款嘅物件。查某入面我冇看到唔是本，就是講唔是學嘅啦。伊心裏面愛一項物件，特別伊咪甲你講出來，甲咪甲你愛情講，你伊講你應該知嘛，你喜歡愛情，安尼前日就咧，佢唔硬嘅，咁樣講出來，安尼款物件攞唔捌聽過，攞你我真係未打閒呢款物件，所以即係人講這是查某做物件，特別無跌到嘅。我捌看過大波，即大波 straight 嘅大波啊，大波查某。個蒙查查伊大波講，啊，我冇明白你看咪我不學過咧 role reversal 啦，啊 stereotype 是 one thing，你 role reversal 冇乜學過，所以人講話即項物件咯，有發生到你身軀入面咯，啊是 Lucy 係一個成個，應該知嘅嘛，你做咩事教我做紅包呢？這年冇可能唔知嘅，一知你是條點做啊極玩你看呢，特別有陣時嗬，如果就是講，誒我而家是。唔知咯，蒙查查唔知，你坦白甲我講咯，甲應，哎喲，咁咪我做功夫啊，當劍，嚇，咩劍？這是女人嘅 trick 嚟 ，always 講別哈記啦。對 ，OK，咱打叫，so 你看，有嘢唔知咧，你相信 stereotype 呢？特別我捌拄着真濟。大波本是上加查某呢款呢，上加伊講，你蝦米事咧？別隻，我個女人咧估了，你個唔知，哇！是裝直頭楊輝笑死伊啊！ OK，來，我要聽啊，這小寶噶，亂講這方面嚟講，如果這是 excuse 嚟講係啊，你講這是特別，來，我聽人講就來，講話。這個物件嗬，我一邊 conclusion 嗬，按大波嘅腦嗬，你講有物件按是未記嘅，所以講物件嚇。OK，你是講我人正未記，我是正未記，是我假死未記。Selective 啦，selective 未記。Selective hearing, selective memory，嚇 ，selective。嘅物件按未記，你無落樣物件，咁樣按到點就。冇應該講啊，冇應該做啊，一度輕輕都擺變出來掉。免了啦，解人啊了，你頭解人講我愛下面。啊，這個是對嘅，較應做事我免 pretend 嚟拍攝啦，下面啊，唔係 Lord of the Rings is not 無路用。Lord of the Rings Star Trek. Oh my god! Star Wars. Bài Trình,你講咩bài Trình？我講睇下大波嗬，國家無 direct 過大波，睇下大波加 direct 過大波。哦，我感覺到我冇看到你看啊。有電視有講話，啥 round 啥 hide behind the bush 呢？不是？講來講去跳起來那舞，那頭皮來頭皮去啊呢。哦，也長係咪燈？有時台灣人在講嘅呢，未使未記，特別會記 ，because we learn from learn from the past situation。learn 啦，然後大個白刀阿做做咯，然後白刀比阿做 react 應該起哄還是唔應該起哄啊？特別印第安冇是咩起哄？特別我 feel 到講，係咩起哄嘅撩辣你可掉白青？撩辣你啊！撩辣你。你起航過後嗬，樣本是未記講你起航做你物件，但係樣本是做你想嘅。對嚇。所以但是人哋真看破個，就講舊應嘅股了啊。對。病嘅股啊，嚇。對本嘛，安尼就是講這是好嘅愛情咯，就是講成個，let's say 講我是女人嗬，就我女人會搞做愛情嚟講，伊特別 appreciate 你一步咯。because 在講我人是自然的款的嘛。唔是講掉屌仔哦，我都係就是人哋款啊嘛。我垃圾搭波時間
伊 focus 性嘅無相啦，哈，因為對對，內人教員食嘅嗬，伊 focus 性嘅，伊本是 focus 到對家己，因為我人做查某嘅咧，有相甲罵安尼款嘅迄種嘅，mother 啊，我人有嘅，我查某接落來有嘅。所以啥大波咧，說講，伊個白吼，伊翹甲水水，伊做工個白甲水水，伊個衫個咧會甲水水，伊個車會清氣，伊日本，伊禮拜本會記去切伊個車，甲了骨發貴，but 伊達到有一禮拜達到有幾若日，伊袂去點落上班。你明白？你看伊家己件吼，你看家己件甲了吼，就是水水甲了發貴嘅咯，就係伊件甲了。你看伊個白 ，My God， 我個白不會安尼清氣咯。嚇！啲伊 laptop 個了嗬，水個了嘅骨水清氣無垃圾啦咁咧，伊衫個了水嘅，但伊就是一個歐文袂曉甲，伊袂記死咯。但是講伊一個盤放掉，你家己啊，你死啊，你盤你切啊，你放對對，無本一般點呢邊甲互你扣，所以你會講，你真正無平衡咯，就無 balance 哦。做咩你做別行嘅，你家己嘅，你安尼有細節，安尼事情物。when 我交代你講，你上班嘅話。因為上班夜工嘛，講咧，I mean，厝搭掉，一人做這個，一人做迄個嘛。嗯？你若是教應嘅話，你無安尼款嘅問題，我嘅。就是咯，了特別有問題，可能有問題，迄時我嗰度就是我無扣，我無切了咯，我等你去做。對，我等你去做咯，因為有陣時本身係成派嘛，咁無陣時我人本會。即南西那是英國中跟南西教應嘅，伊是英國中佢嚟講，哎呀唔知南西啦，去做 Zumba 咧嚇，冇叫什麼，冇叫什麼，冇掂啊！踢一晒拿三啲拖卡，梗係抽二住佢，踢啲入邊啲拿啦，特別冇叫做，今日做一項上班呢，一般做唔好。所以這是講這是。我明白，所以往時你會記條查某講，唔講介了查某啦嚇，即係咱查某幾個查某講嘅就是伊記條笑，伊無你個嘅破話，唔係講伊記條笑，伊是知呢。所以若是講有陣時伊講起你本面講成啊笑講，哇！你對我嚟講記笑，我自己會倒咯。會倒啊！我想甲我嘅有一擺伊佚佗 game 啦，伊叫我甲伊包啲 player，了我袂曉跳過迄個關嘛。了伊講袂要緊啊，我甲你跳了，我迄陣時我講袂，我愛訓練甲我跳，伊就舉伊個手我會 control 去嚇甲起，你知？我就甲伊講啊，我英國我唔係甲你佚佗 game 了，我蝦米 game 我唔係甲你佚佗了。了有一擺嚇，伊就講，對，你看這個 game 真係好佚佗咧，愛佚佗甲我講唔係，做咩事？講我袂記啦咩？講你做咩事安尼 petty 嘅？Why are you so petty? How can you do that? 嚇！啦，安尼看啦，我甲你講，a promise is a promise，我唔係甲你佚佗啦。安尼看，伊甲我敲，伊甲我流目油喎。哎呦！阿漢，你樣真落嚟咧，大家見啦，淡薄。有一隻套 game 咪笑名咁樣講，不係笑名，而冷笑。很 good maybe。有個笑臉啊，或者你是我人20幾歲是幾難笑臉時啦，特別伊迄日以後是，我講幾個月前，我講。你前年都過會記咩？會啊！所以好，咱查甫就有掉咯，查某有可能是會記只久咯。我真係唔記。本地啦，我仔女本地，你教英就嚟見啦。對，我自己是教英就嚟見啦。對，OK，所以咱當今我感覺好本人響講起來，有通講你該明白，有當時嗬，你就只有機會去甲你嘅紅某partner，甲你愛情講安尼款嘅物件。你當時較愛情內面較坎坷講安尼款物件，你就 triggering 嘛。
你成日講到物件，哇！你殺小妹啊，是未熟啊。一到這邊講嚟講吼，咱個嘻嘻哈哈有哪笑，咱講不知你安做，你看物件事，你咪是成個講，一到不知你冇講，哇！係咪啊？20年前嘅事啊，你做我打巴嘅時，你冇看埋手嚇，你嗰陣時間，你嗰陣時你咪是講，哦，即唔是伊幾少，即是有可能是伊個破壞就啲頭腦裏邊嘅。伊毋是夾出來，叫你興下物物件。是夾嚟講落句啊！你看你啊，講落句是係咩意思咧？答翻嚟講落句就是學你會記者，誒點解你做咗這事，特別無甲你拖到對 anything 嘅無嘅。特別你時時咪頭揾講，咪頭揾自己無爽，頭揾無爽就係嚇。即你可能10幾年嘅人啦，成日我是無講嘅啦，我白佬我係白佬啊！你講我是無講嘅，特別我在字人會做緊嘢啦。你無講，乜是有嘢，乜是這好嘅愛我知你情咯。會想。唔是，我知你可以嘗試唔是講愛計較，愛 performance review 啫。嚇，review 哦，愛好你話你 yearly review，落quarterly annually performance 冇嘛， review。愛甲伊 stoop to 伊嘅 level，甲伊講話嘛，然後我係阿個真係暑假做 spreadsheet 嘅，你知？伊想甲一個囡仔想。愛做大啦，你看加了物件愛做 spreadsheet 嘅，然後我甲伊講，我頭腦內面就是一個 spreadsheet，我 review 你嘅 performance 當見咩啊？哎呀，我笑。OK，來個，咱講啊，個另外一個想法，蝦米物件，你感覺到，伊是做啊對你，做你歡喜。哎呀，等陣 I'm here to help. Get to know Siri at Apple. 哎呦 ，shut up 啦 ，Siri 之拜。Take it. 安怎啊 ？Siri go away。誒，冇講。Siri go away。哎呦，這 Siri 啊，真閒嘅，大擺直直家己倒嘅。我安怎看我？上謝啦，冇我係 Siri 本畫起來啦。喂，我安怎看我 Siri 到底我到頂，到底我係 Hey Siri， 哦 ，OK， 我看下 ，listen to Hey Siri 到底我 laptop 嘅。但係我咁啊，隔擺講福建話就嘣出來嘅喎，本來福建錄音，我是講係 Siri， 就叫出來。OK， 嚟講安怎對你好，愛情對你好嘅物件，你就 appreciate， 然後我俾聽你查某一點講啫。個睇名嘅，你有時唔識講啊，咪清。我 relationship 咧，我甲我 husband relationship 咧，有甲真正濟人是無相 ，because 我 husband 是 mostly 無佇嘅。我 husband 是 travel 做工，了姑姑對嚟了個幾禮拜，了個再嚟到對去做工。almost like a long term relationship 呢？I mean long distance relationship 呢？嚇。有好有無好嘅物件啦，無好嘅物件是講，啥有個人講翁甲某白白大久啊，嘅捌 each other， 在 each other 係咪咯？然後 for 我嘅side 咧是 take longer time to 捌 each other 啦。by the time 啦，你 get used to 的啦，伊個 already 個在無佇啊，然後到對係是個在 back to 無，係咧 you know the 係咧 happy 嘅係咧。So 我係 when 我先 start 係咩嘅時候，我關是 dry toilet 嚟，我關是 dry toilet 嚟。我有淡薄上安裝咧，但係你加係你啦，你愛係你 tap shining 係你我冇事，有 shining 啦。係你冇得有見，是講 dry toilet， 是講 wet toilet， 或者曬都未出呢。我愛 dry toilet 嚟，呢依個關是 toilet 嚟人嘅，所以接為 dry toilet， 伊未有 return 我 dry toilet 你知哦，伊接我搶個抌個了。伊接佢你知我 That's a relationship breaker。伊接佢啊，伊接佢我在驚啊，我 shower 嗬，我 shower 是有 glass door 冚嘅，我無明白伊阿做會啊，連外口不是會抌嘅。所以真心嘅事咧，我未打閒啊！我捌罵過伊講你是到底長會成個狗啊呢？還是後邊嘢 ？In the end， 我 decide OK 唔緊，外口嘅 toilet 我幫佢你用，你咪用我 toilet， 因為 every time 你用啊，我特別起紅嘛，就揾水清氣出清氣啊，用啊拎出來，嗰隻特別做，揾起紅啦，個ram啦，但係罵嘛無聊。冇咩，叫人咧點咧？對，我未咯，我未。
唔是講咩無咩，我你都會可以再講有啲物件是 no compromise。我不明做一個人做啊，咱等做起發，咱等到咩，所以等到有事亂，所以 OK 唔係亂咯。我外口袋咧，我放互你用，你咪用我內邊嘅袋咧，你用我外口嘅袋咧。用咧嗬是哦，伊 at least 個可以用嘅，伊就講話呢，所以 before 伊走到底去做工嘅時，伊 every time before leave 嘅時，一定要教我洗袋咧咧。哦，哇！加嚟到底去做工，所以 that is 伊 train 你了。所以用嘅時，但我無插 ，because 人未，咱 train 未到伊用 dry，OK， 我咪甲你亂啦，我等 train 了啊。到底去做工，你個再未記，你個再做上嘅物件到底，我本是甲你亂未了，所以我咪亂啦，所以我放一個袋咧，互你用啊，伊個會曉甲我洗清氣啊，甲來到底去做工下 ，OK， 阿你啊，呀，迄個物件我袂曉誒，有 certain things 我袂曉，好，最本我袂曉誒。OK， 係咪物件是 not compromise no compromise deal breaker deal breaker 對，係咪就是絕對即無嚟講就是無誒？如果係咪物件你嘅紅包，若是講買做咧，你就是對嘅。食杯開嘴，食杯開嘴，嚇！食杯開嘴啫，要緊咩？哦。好啊，我條我嘅你啊！等你執嘅先啊，又執啊，有執嘅先。嚇，係你到時就攞彈聲，但播是彈聲。哦，特別朋友 OK 啦，你愛整未啦？愛整未？愛整你就要大家嘢嘛。哦 24/7咧，你冇哪係得閒？啊不 every time 食係作。嚇，唔可以嚟到係學毒藥可以食。哎呦，即係咯。我看當今我哋都加三六手嚟啊嘛，所以我哋都三六手咧，你人有蝦米物件要講成個愛情，搞做愛情啦，就是講愛的人對你做啊，你只屬嘅物件，還是你對你愛情做物件，是對感覺到好嘅講者，係咩物件？我哋都你講啊。幫數咩使？幫數咩使？我講幫來幫外嘅個數咩使講 ？OK。你講咱唔是做愛情，唔是講干啊，特擺整3擺呢嘛？你整3擺點聲是邊個？你平常時外口幫來外，誒，你靠這個啦，都會你俾到啲結真去做啊！你是成個特別講話幫來幫外冇有重要嘅嘢。我唔是講看到，我即大媽已經講嘢，唔是講看到我哋都一家叫佢講幫來嘅嘢。Okay. Let's go look up Banglai lah. Okay. So, I've been praised for from what I've been told what for play 就好咯。哦 ，OK， 得 for play 是講正3擺 for play， 就是講 praised for that。哦，就是講伊成個。我講話嚇，我就講話 for play 就好咯。就是講阿未行幫嘅事時，特別會只搞做只爽嘅物件，唔是講我實一頭去搞正3擺內喺度聊人很，是唔是講？一點二。咁樣講嘅嗬。咁樣講嘅。哎呦，實咁樣講。啊，那個點起咯，聽到話 internet 個有啊，我斷下後我嚟。sorry。等佢講了嘛。For play，OK，for play 我是想要用福建話講環裝就 for play 就是講，然後特別講是正3擺嘛。人講正3擺，唔是正3。唔是。啊，未正3擺整是要做下咩物件咧？寫正骨。Okay. Thanks for your help today. 8獨立撐，依個係講到8獨立撐，啊不8撐頭鏡，
甲你洗番椒，甲你布布拉赞啊，对，就是 foreplay 啦，做愛是 foreplay，就是咱講做愛正三擺嘛。所以若是講 foreplay 嚟講，就是一個只搞你洗番椒啦、白番椒，搞你布布拉讚啦，啦。會阿老婆啦，有福建話呢，有安尼款嘅嚟 equivalent 咯。講咩嘢？foreplay 啦。我明明記。頭前咱未正三擺是 foreplay。正三擺嘅就是布布拉讚。頭戲咯。頭戲哦。其實做演啊。會接起啲戲白。對 preview，係咪接白意整下啲頭戲哦，對我嚟講，頭戲咧是就啲戲帶看戲是，未接戲帶是都買啲八卦落啲啊，買啲阿摩藤啊，食 popcorn 啊你是叫 foreplay 啦，頭戲。แล้วฮะแล้วรู้สึก講รู้สึก真正 make sure 人有趁享受啦，未接頭。對，未 start 嘅時 ，I make sure 講foreplay 搞咯 ，to set the mood 咧是。when 人真正落手嘅時，所以人咪 feel 講真 satisfied 咯。別人攏感覺到有類紅包係咩聲，真確實是打波較快啦。打波感覺到打波有可能較暑假頭戲過打波，我感覺到。是因為也是我自己嘅bias。查某人講話，查某要做頭戲，還是頭戲無要緊？我感覺頭戲係要緊嘅。人講下查某。我覺得特大查某唔像啦。有嚟就好熟噶，有嚟就看情形本嘛，有時幫咩殺嘅了啊，I expect 就係揸車啊，是咪啊？見下快啦，所以你幫看 situation 啦，對，有時間啊。了 OK， 咱先當然講哋行房就告訴，咱行房嗬，是唔是無直接講紅包，還是紅包包愛嘅物件？愛嘅是點先是準嘅喎？咱會想講就會講，哎呀。就是為咗以愛啦，為咗以好，你不是個搞做紅包本啲嘛？你就搞做紅包本時就變成講景看有當時，哎呀我買特別為咗以愛我本 OK 係人看有。OK， 我 comment 我之類啦 ，OK， 讀啊你big boner killer 啦嚇，就是講有就愛安排一個時間出來打禮拜。我搞嘅時間就是要行房啊喂。你有安尼款嘅啊？我無。我 feel that 安尼款 is a really 真正 boner killer 嚟。我 just 講是 not unexpected。spontaneous 啊。spontaneous 對。明。所以袂成講 set 到一個 repeating 嘅你 appointment，佢條拜三9點半呢。拜三9點半較開啊！我小做 routine 去，一般都小 routine 去。哦，成個白菜，特只食上菜，特你拜三是食行下糊，然後你食驚啦是。but 有時候有 problem 咧，嘅呢，不過我講句講，啲樣意思間嘅話呢搞你時間啊嚇 ，OK， 樣就是想你自己。OK， 那是嚇，然後我無講真正 one way or another 咯，我感覺到我是我愛情人，所以我應該是 adapt to 伊嘅需要應該。OK，你家己需要呢？喂，你家己需要呢？我家己需要啊。你講 adapt to 伊嘅需要，你when家己需要來嘅時，我家己需要，我家己搞掂。哎呦，安尼啊！冇，有本咯，咪是計講，特別穩定一波打波較贏，成個 indicate 講你有興趣無興趣，你國旗已經成嘅嘛，然後你嘅伊國旗浪嘅隻咪是制咯，然後看伊愛買咯，看伊國旗有成嘅咯，查某咧安怎啊？查某嘅國旗是係咩啊？
安怎就我講嘛，安怎你是講你在打波就贏嘅嘛？伊個機性啊，你就在講伊 arousal，查波安怎呢？嚇，查波安怎啊？查某穿 sexy 嘅裙衫就會使了。所以你成國旗，你是而家就去呈國旗啦，呈嘢。唔係免起國旗嘅，直頭呈起去。你特別而家你學你查某安怎 indicate，你就俾成日講可以 sign 你可能對唔對呈國旗，呈 sexy 嘅衫。免啦，你可以淡薄。伊會 sensitive 嘅啦，你講話啦，你會 action 啦，你寫個 sign 啲啦，就這樣。sign 這些，clubhouse 人嘅，人真好咧。頭先住個 OB 㗎，咩 OB？唔似 OB。冇，頭先參兵。哦 ，OK。啊，人講話，人真好咧，紅包再講你有興趣，要行幫。安怎講啊？這個看會笑啊！我聽人少年的講喎，因為我就聽少年的人下年講嗰時。對啦，咱都無規矩啦。我人淡薄規矩啊！我講你是已經是規矩真久了。我有當時我就講嘅，我有當時就會講嘅，我就係講。你冇是直頭講咯，咁冇我是嗌就直頭講嘅。我記起來做特登謝謝啊！你講你有時我就響講了，我部人好聽了嘅，我人嘅事。我家做應該是部面嘅好聽，我聽到本 boring 啊！你講呢，所以我就聽到講一種白鷺嘅人。南西做下咩啊？做下咩？南西，我咪是愛聽這個老夫老妻嘅故事，我按照做。嚇？老夫老妻就冇做。對，冇人會識㗎，我發冇人特兩百。anniversary 你做的咯，你說你anniversary 你知道？為了白呢是 more than 幾年嗬？20年、25年、30年。嗬，你嗱曬講即係你是關啲啲or quality咧？特別，你本是特別，你識講你有需要時咧，你安怎去 communicate 咧？講了咯。嚇，是我本身很就講了，小攞嚟聽就講，是唔是啊？香港你啊，是咯，講了咯，你講了，你一買 OK 咯，我哋講了咯，咁冇一嗌 OK 咯，我哋講了，我能是真 straightforward 了嘅，特別是就講我聽新嘅人物路呀，係少年，嗰時候嗰時我夠有興趣嗰度，嚟講嚟，我會南西度啲啦嚇，所以 OK，你講你譬如講你。你甲你講，你按甲你講，你伊愛，你愛使，你甲你按講你愛，你是來去甲你講個伊無冇，還是蝦米 ？So 咪計搞掂咯。冇揾查波，別講特地計搞掂，揾查波。唔係咯就，揾查波唔是打波，用其他來想，都就查波是唔是？特刀就是冇想嘅 approach 嘅，我就冇想 sexual women 嘅 sexuality 冇想，未 directly 冇想咱打波愛就是愛咯，就愛就是未入，你咪 OK， 我家己去搞掂。你看你我查波冇，我查波 man 呢？哦，查波你係 rain check 啦，你成日講個OK，或者 hold back 不要緊嘅嚇，查波你被 hold back 咁多。即係你會阿涵是唔是會有陣時我嚟 hold back 嘅嘛？別講阿涵講下阿涵嘅少年咧。我甲我係硬好無想咯，但啲床頭頂啦，我一條少年你哋所講，一條少年你講無想嘅。我係硬啊，有時哦，伊個國旗會起啊，特別啊，伊頭腦無想咯，伊有時啊，伊會用國旗嚟弄我講，OK， 愛做了 very good， 頭三個月，然後我叮當一個 ，Yeah，don't touch me， I'm sleeping。what the heck？ 哦，意思唔對晒，唔對晒，伊 signal 拍唔對啊。我係是 morning wood 啊，伊是 morning wood 呀，對，伊是愛下面。了，morning wood 是未使借嘛啦，你就知講伊是多特但是 morning wood 嚟嘛。
了我的翁有淡薄特别啦，伊暑假家己来的喎。了伊家己来了哈，伊爽了哈，我愈爱我甲你斗下去讲买面了给困了。水嘅大波吼，我哋都愛注意一點，水嘅大波是無相嘅。伊人伊會想到講，你看到伊，伊想到是愛吼，你愛咪砰，伊困去，伊毋是頭先伊毋是有收錢啊，一食呢嘅咩？你講哦，是喎，伊困去啊喎，你看你都知啊，嚇，所以你有陣時你有影猜袂到嘅，你想講伊愛吧 ，actually 伊唔係，你那是伊只愛是啊，即係同你講啊 circumstances 啦。即係愛是嘛愛啦，嘛安尼款咯。冇伊按照好多細個伊愛。細因為啦，直頭嚟啦，所以大波蚊我個白燈姐姐。係啊。你兩啲無影嘅，誒，我人無需要大波講咯，最後近至無需，講這兩件，請這條需要大波起嚟講。就 represent。represent 啫，咪無往大波講成日，睇而家大波聽，萬下時你看，你看。講意見就起嚟講。讓這電大波是唔是講我人拉氣我人？點解真無需要大波起嚟講啊？真假假？唔假。咧。以前講喺裏面啦，有一隻 episode 嘅，你咪是雜波講你係。人個假變得學嘅。你會記哦，就係精神版本上是雜波講你。哇！你話假假，但係 straight 大波唔假起嚟講啊！我係雜波做代表啊。我仲有 Clubhouse straight 嘅答波冇。Of course 啦。會卡聽應該有個唔知喎。會得有。one thing 聽俾你看見 straight 嘅答波節目咯。哎呦，就是講 I'm too young for this Enrico。Enrico 是掉，是少年的嘛？叫做細漢少年。細漢的。細漢，少年的咩？細漢的啦。少年咩？喂，叫細漢。你看，少年就少年。你看阿龍嘅 view 是第水嘅，係嘛？一陣我一邊去，唔掉一邊。阿岑勒西嚟聽阿岑勒西講嘅。我特別想啊，但我估冇啊，我唔是你。如果在，你講話係笑嘛？特別我哋會記咧是 usually 我係阿莫包嘅妹話，你係 back rap 哦。哦，就是曬啊，係曬啊咧。Because 一直播呢好事咩嘛？แล้วน่ะสิก็播呢好事咩？嗱，識嘅大波聽，識大波成你講你。my lu decline right so อีมันจะไปโจมีเกี่ยงเขาลู accept 咯แล้วอีกูเบจิเลยว่าเกี่ยวเลยมีเกี่ยงสิ sex scandal 你點嘅時就知下點去 so 看老咧是ว่ากูเอกกี้ because ว่าซิมดูเสียงหลังเบียร์บีไซน์ในพายซิม點可以去 massage แล้วอีตัวอีก็อีไอโรแมนอีใจก็ว่าสิที่จ้องโรแมนติกหลังไงอีตัวเบเลย candle แล้วว่ามุ้ยฮามิสุแล้วว่าครูอีน่ะยูช่วยอเมน่ะสิอีโจเลยเดี๋ยวมาเลยรู้สึก差唔多啊อีเลยมุดนะว่าอีกี่ so ว่ากูแล้วสิว่ามาเกี่ยวเลยมีเกี่ยวสิ sex scandal 好本 actually 嚟講好本佢就即係想講，喂，硬講到啊，硬講到定佢到啊，係啊，plan 咗，good idea 之類 sex scandal 啊，係就少年嘅。BK 是 scandal 唔是 scandal。咩 scandal 啊？一定要讀啊 ！BK 講 scandal。你講咩啊？我哋對你講直頭佢住講嚟啊，就是講。好啦，係啊嘛，佢住講啦。我因為是講一隻佢住講咧，我都感覺 it's very 小大隻呀。It's very crude。哦，OK 啦，OK 啦，佢講嘅啲嚟 work in way 亂嘅 life 啦。我為什麼想你同是 animal 是 animal 來啊嘛，你是人來，你特別 convince 嘛，啊無你想講人講咩 Mandarin 係無情緒，你知？哦，嗱，你特別嘛，即係咯，成個我哋做那可能，一特別個人嗰啲布布拉針啦、四環椒啦、白長頭鏡，可能。
你做到安尼啫 ，but at least you have to show something special to that person 啦。想講，伊再講我真 suka massage 嘛，所以伊嘛 massage 咯。所以我是感覺你特別做一個物件，互迄個人知講，我有影是真心 suka 你 ，that's why 我做。because 你他們人愛去教人 massage。累好你累就 transfer 過。我就看喂，係你叫咩啊？當馬來西亞你啊，麥子唔是電擊，伊話咧就嚟啊！跟住看到冇呢個是債咧，就咁500塊話你就是做咩物件啊？哦，對，我哋想你保時機啊！Oh my god！ sorry， 保時機 ！Oh my god！ 啊！誒，好笑。誒，喂，嗱，後後，咱要出刷，我驚驚到 COVID。我係過頂住你排掉啊！你意思，你可成日講話是成日腦傻到我嘅驚呢？你就好啊？袂啦，你笑緊你大聲個無數。哦，我就是笑啊！對腦成日，你一禮拜整掉啊！我驚咯 ，because 伊 before 掉嘅時過來我 office 掉，我講到估仔哦，然後馬仔是講掉 COVID。你有碰起鼻數冇？碰冇，我要食咩啊？我冇食到物件，啊不過我唔知我冇食到物件，我唔知有鼻數，等我鼻看。我唔知做咩表啊？唔知我驚。我掉第 second time 是就冇 loss of taste 嘅哦。because 是我第頭四嘅刀 Omicron 掉，第二刀我都唔知，我 test 呢。我 test 呢，就係 positive，我冇感覺幫行。我個咪是，伊講因嗱，伊聲成個冇聲，反正，然後伊講因嗱，我成個夾帶呢，伊唔是夾帶本來伊聲冇聲呢，可能，我唔知我驚啊，當今。John 啊，就是叫啊，參兵呀。對啊，你掉了，你人喺邊掉 quarantine 咯，還是安怎款？我是伊叫我 office 講，你是你調來講，你個節買來做工。你即係無想哦，我冇 quarantine 啊。那咪你說你 test 啊，是都是真係調俾表啦，你 test 第三工過後嚇，就會使來做工了。哦，特別穿嘛。是不是啊？OT2。我唔知。哦 ，test negative 了，你會都對起了。冇。唔知我記得你都想做啦。啊嘛唔知啊，冇。你是講第三節，你是講 negative 第三節，還是 positive 第三節？你 positive 三工過後，你 test 係 negative 會使出門嘅。哦，我諗是冇，我是5節嚟後 ，first day 你 test positive 後，5節後你就使嚟做工嘅 ，even though 你 still positive 你會去做工嘅。嚟上家嚟講啊，特別你請馬上咯。那咪你需要無想那是安款呢 ？OK， 嗱講到對愛情豆哥咧，豆哥你感覺到成個你好嘅愛情啦，搞做愛情啦，搞做 lover 啦，是安怎呢？你驚幫還是幫我咩使對你好啊？啥物？我嘅想法咧就是免需要，無需要驚幫本 ，OK？ 但是安怎是對你好咧？安怎個人切慣？我冇，係咪切慣？係咪切慣？我切慣。哦。無，我想法就相款，你若是搞老板間內邊你搞做啦，你若靠無搞做本好啦，有用無？哦，條本，你是最好是兩項本做啦。你特別我無要求，你驚幫甲無呢要緊是對你好，是唔是？你是講看？安怎對你好？安怎是對你好呢 ？At least 你就係有怎講應該 level 應該有嘅物件咯。免我跟你講，你就係會要看。哦，是成個台灣人講嘅啦，哈！做咩事為我？做咩事？你家己安尼一年，你家己袂曉對我好啊？嚇，安怎講嚇？你唔愛互人知先，你唔愛看人嘅手先。
我已經可以 signal 了。特別我哋見人學我 signal 無夠貴。我見了嗬，你就係咁做咯。我係超，你講咧，我係杜蘭寶。係咩物件？我可以 signal 了，我見你超。嚇！我見你超。然後一拍你超。拍薩克啊！我係杜蘭寶。誒。你係你是算係整咩？咪近你超。你冇夠閃目，你冇夠閃目咯，因為伊冇愛路，冇夠愛路。但係我考咧，考未？呢度冇愛路，你個考咗未？你會考過啊？你個冇練，你冇訓練，冇 train 到自己個啊？嗰啲玻璃線冇咩咯？特別你是想講。特別咱講贏啦，還是你愛人無愛人，即係數學，唔是講turn on off 嘅 switch 嘛。你說你有幫感情入去啊，還是會較坎坷，因為人無愛你不好，你還是乜都被燒掉。我是驚講，是唔是因為你拄過一個真係無歡喜嘅，真係無好嘅，係條你當今你 stand up 就係假戲啊！你influence 到佢影響到你個當今上就講愛整個愛 relationship 嘅時，你非得講，但是伊無做這個，伊無做這個，你發生啲嘢啊！我有phobia吧？我講我有phobia。嗱，阿豆嘅我同你講啊，你唔是講咱特人都咩都要愛整，往明白淡薄人做朋友，你估咱明白你整起，唔。你有真經驗過愛你嘅人嘅時候，你原來就講原來是安尼款嘅啊！因為你聽到過愛你嘅人嗬，有時唔是真係愛你，還是利用你，還是咩都唔知啦就是亂去人家己問題。特別你真對你好嘅人嘅時候，你無就係講原來是安尼。我有一個朋友嘅翁啊，伊對伊真正無好。我人嗬，我捌我一個朋友查某呀，我去找伊哦，伊個翁啊，會當面到底我喺面頭整咩嘢哦？然後上加無互伊變了，我是伊個朋友就，然後錯伊，然後特擺我拍電話甲我講話嘅時候，伊拍電話甲我講話，我一隻搞笑嘛，我嘻嘻哈哈講，伊翁就對嚟，我別講，很是冚嘅喎，然後。我係時，伊佢講往時我聽講哇，我翁好咩話？咪講咪嘅，你我未曉用嗰啲咩？變咗一上個伊就只淡薄 abusive relationship， 唔是講 physically 特別，伊只 mentally 特別 abusive， 伊直講伊無教啊，講伊背啊無水啊，咪嚟講你就，然後變咗佢，伊甲伊斷去啊，一個以後咧，伊過啊唔知是兩年啊3年，可能伊個另外教英過咯。伊把你個仔就講，哇！原來啊，對我好嘅人，原來是安尼喎。伊唔捌經驗過安尼，伊嘅 past relationship 是安尼無好啊。伊唔知講，that's why 嚇，大家你特別先幫下看淡薄好有機會去你 standard 啊。咱免講定定講要對你就好安尼，特別你買學定到係你影響你安尼，你唔俾啊？咩啊？有好嘅人啦。即就暑假做你嘅人嚇，伊未感覺到講，你會做只濟，你職前邊較濟啦，嚇唔會嚇，大家都講。我是有可能有個某個要，但對啦，你濟你，你對你對你你無好。你個上講伊是個了個佢，你佢世界個。是咯。就你明白啊，特別嗱你明白，你特別慢慢學機會別人咯。有你就講就對到你好嘅人，還是你免做呢一工嘅。我就是特別驚嘅，我唔敢放感情落去。你驚我帶條上過嘅。我老實嚟講一句啦嚇，我拿 office 我做一個是，就是被派。是被派。是有出來 make up for 出來見面食下晡啦，有傾偈啊，咩物件事？食下晡係咩意思？食下晡是食伊下晡啊！啦，加去，豆嘅加去，有食，佫有出來食飯，蝦米㗎啦？伊有 signal 好你了。
是嘅，了是最有意思啦嚇，是最有意思。伊對你意思咧？我最有意思，我是對伊，但個就是袂歹款啦嚇。因為伊跟我嘅 office 隔壁 office 做工嘅，and then 知影伊是，我唔知影嗰隻老啦，是有出來傾偈物件是袂歹。這個頭咧，個知影吼，人交面了。啊，你 signal 唔對啊啦！你唔知講伊是 gay 啊，是 straight 嘅啊？伊是 gay。咁伊唔知講要 girlfriend 啦。我唔知影伊嘅 set 是安怎。伊未 settle down，你都唔知啦。不，伊是屬較 chubby 嘅 type，我係 type。特別呢個是教英了，教英查某啊？教英查某。Oh my god！ 所以就時候我規個功課，我講我你知我 that day 我知影伊教英了嚇，我 that day 規工 emo。Yeah，哎呀，到嘅，教英了嘛，教英了嘛就卡嗱咯。哎呦，啲都問豆嘅是白，豆嘅白隻開，一定都還是一個再去跳去另外一個坑咯，就係。對，隻卡是隻熟嘅咯。隻熟。隻 food 咧，隻 food 咧。啊，OK，特別咁講啊，我老實講講，我都弟弟去吹啊。你弟弟去吹未合本呢，同時都 just 當做朋友，都咪去點 expectation。人家你出去啊，你就看到人講哦有機會啊 ，no 到嘅 doesn't work that way。可能伊唔是對你有蝦米嘢度，伊拉實你會做朋友呢？你就冇昧伊是唔是？你蝦米你冇玫瑰，伊有同我講過哦。未必。我覺得唔對啦，伊係只是。actually 本時俾 free lunch， just 俾隻豆嘅你係。哦，咪可以食咯，豆嘅就冇事本呢。就是我哋都講啦，係隻卡嘅咯，因為佢哋特別豆嘅賣，豆嘅賣嘛，因為豆嘅是。因為食咧，意思就要做一頓啊，伊未食嘅隻卡了。你衰啦，你講唔好咯。那是你食，那是講你可以食了，你識感情，伊唔係識感情 ，that's why 伊唔敢食。伊唔是，我感覺到伊是 romantic 嘅，伊是 romantic 啦，伊未成日講要頭食呢，伊是被頭食咧，伊就變做成講要放心入去啊誒。所以係你打波係講呢，特別係。something 有 substance 嘅物件，對。豆嘅，你本咪 expect 特人安尼款咯，你就俾放輕鬆嘅心去別人啦。對哦。因為特你人家你本看到是一個 expectation 講哦，伊個我好就是伊要做我 boyfriend 啊是係咪嚇？所以我贊成喎。我感覺就好，我感覺就啲應吹掉，啲應較應吹掉。好誒，假如找到愛，唔是講好啊，假如找到機會俾拍拖咧，就是你無去想要去拍拖時，是第一找到，因為你家己在歡喜做你家己物件，你家己歡喜，你成感覺家己真歡喜，然後你無去到底愛去找嘅時候，人真濟人會真 attract 到佢哋，唔知是 confidence 加是蝦米啊？就種我感覺到。即係是有呢，你歡喜，然後你無去想呢做嗬，然後你無 project 係 desperate 嘅事情。對，你 desperate，然後你吹到 desperado 本，對，你吹到佢哋成日專門事，伊看到 desperate 咧，伊就有兩條就俾嚇，伊要吹機會，即係 desperate 嘅人嗰度。對，你食咧，我就是有冇愛嘛，我對你無意思，我是要食嘅，你佚佗呢嘛，所以你嘅嗬，除非你家己食，你無愛放心，你要食卡，你咪去食咯。成日有一隻查某嚇，有你查某時候呢，接有查某有你自 start 離婚嗰時咩啊？甲我講啊，錢啊，一 straight 嘅查某嚟去吹你查某嘅，咋查某 ？When 一個查某伊離婚咧，離婚係查某嘅。對。啊，無迄個查某伊紅流流嘅啊。แล้ว無學伊 happiness 啊，嚇！即係最大波數嘅全部都查某嘅，因為這種免切除嘛。對。哦。了了，唔是人，了，伊本一個再講，伊未成日講
佢愛食上濟 ，because 伊家己已經有紅了，是唔是？你想講？對哦，嗰時話咁離婚咯，了伊個人嚇，伊未我諗未錄未去報時未個個年，食了免去吹曬行走不要緊嘅，佢有可能會累過保路個咯。哇！你是攞嚟人世界運啦，係是攞嚟人都咁運。碌查波冇條片咧冇咁運，都冇辦法，因為你未報埋來即係嘅。你未可能知嘛？你未可能知本，你未報埋來本嚟，所以一樣就是找個 target 啊，啲人嘅，即係出來探食哎嗬 ，straight 你世界啦嚇。打波啦，讓出來探食就是 hunting 安尼款嘅查某嘅。哦，樣是 hunting 嘅查某嘅咯。想鬥嘅啦，先鬥嘅咯，話佢間離婚嘅嘛。半秋呢，半秋呢。南西講嘅，我想起咯 ，because 我會記講我古早有一個離婚嘅查某朋友啊，伊甲我講，伊講 suddenly 嘢啦，真濟打波嚟催伊離婚嘅，所以they were asking for certain things 咧，伊講 because 伊甲我講伊離婚咧是伊無朋友去咯就 ，and 佢哋我講 what do you mean like 古早會做朋友嘅嘛？伊講伊無朋友去 because 伊想講迄種打波是正經嘅打波。But after that， 伊離婚了嘅時，伊看到伊人來請伊啊，所以伊知講種打波甲了，伊想講是正經嘅啊，是 actually 無正經嘅人嚟。無正經嘅，唔正經嘅，了伊佢講有咧啊，是想講伊查某朋友會紅咯就，所以伊邊伊講我講伊真 isolated 去咯，伊想講人成會做朋友爾嘛 ，right？ 白白去食物件看去，伊講特別伊會知講即種伊嘅朋友嘅紅是來請伊了啊。伊袂 natural 去咯就。伊感覺就講伊唔加棒啊！伊驚講大人們是要來投資誒，無插入頂到上嗰時好嘅人們是變做驚嘅。上 OK， 上個伊知講佢嚟打波頭嘅時，我講 What do you mean？ 你家己是 sensitive 喎？伊講唔是 ，because 我白白做工，伊每個來食 lunch 後面你咪去咯。但伊講伊食我個了出來了啊，人唔是講人，伊講伊知了伊情景啊，了伊。查某若招伊人白白去嘅時啊 ，because 古早個咧是白白一定本嘅嘛有陣時。伊講伊講頑固咯 ，because 伊知講伊嘅紅，伊嘅朋友嘅紅啊，是安尼款嘅人。所以伊會 affect 到伊嘅 relationship 咯就。伊講 affect 到真濟 relationship 咯，變個上個你想講有個人唔是好朋友，本是成 acquaintance 啊，但當今伊變個真無。because affect 到咧，有陣時是你查某朋友嘅紅，你講袂出，你愛講本袂使講，你咪講本坎坷，所以伊講唔是講伊抨擊伊紅呀，三擺真濟朋友，伊本抨擊佢 ，because of that。但是你頭只好食啦，伊又講，若是你愛白飛嘛，真好食咯。我見啊，你話啲 live，我冇係咩物件？你是學人見下，你是講？我陣時冇飛 live。哦，做咩事啊？做咩事嚇 ？I think 你IA 啊，I think 你是夠勁嘅我啦啥？冇咯，你睇下阿龍講話咧，阿龍是夠出事啊！我冇喺面啊，你冇喺看面啊？我冇出事。我冇出事本啊，有人喺邊啊？你講咧？咁多時咯，咁即係大嘅有喺面啊嘅好呢嗬，呢個好面啊，可能撈啊咯。特別你是驚可能撈嘅事啦，阿龍。可能撈，阿龍你驚可能撈嘅事嚇？我驚撈，冇人 approach 啊，冇人係撈咯，冇可能。冇人 approach 咯咩？裏邊嘅撚屎嘅成邊啊？裏邊撚屎啦，冇你爭論啦。我啲 Korea 冇㗎，我啲 Korea 做法個當然啦，我一個 date 嘅一個真好嘅生活機會，我計啲 until now 啦，當時即係好朋友一種嘅 dating 嚟㗎。maybe 老咧，把到我咪做 life companion 白白大，所以當時冇講真係一種sex 啦，冇嘅咋，所以伊有伊個自己個交白朋友，我自己個白朋友，所以我同你是冇關係。冇講冇 committed，特別當時成個 companion 啊。有時我係細啲故事，個 boss 裏面可能講我哋台灣人做，because 我是冇 commitment 嘅 relationship，我是冇嘅 ，because hello，往時特別有當時你咪是好嘅愛情本，照顧個見嘅，咁樣。特別好，哇！那是講啊，我當冇雜記啊。好似博士咁就，好似博士啊。
伊甲我是會先幫嘅人咯，伊甲我是有計傾嘅，係咯，我做嘅物件，伊講特別你有愛咯，你愛伊行幫啊，你袂伊寫你還招你。我有玩的款嘅，我有玩的款嘅 action。有本，我那有寫還招補300補8trăm有哦。我應該做嘅物件我有，係哦，特別 actually 有當愛情嘅話啦，嚇，我 already 是 almost there 咧，就講是愛情嘅話啦。哦，即係冇 committed。本嘅relationship 嚟。你是伊買 commit，還是你買？還是？我講，correct 就行講，correct 就行講，because 一冇出來嘅咋，你 correct 是冇出來，冇出到。超就出，因為 society 就是只能看衰嘅款嘅啦，所以冇可能講睇啲物件嘅。你你 OK 哦？關係啊，一般買本嘅咋，你講盲啦，等陣都條威嗰啲跟住好玩，但係關鍵就嚟你處咯。啊，所以上嚟我做咯，我冇記好去多邊本，咁樣我記另外一個 station 裡面就半起關係咯。你是所以安尼是 OK，我感覺到安尼款是有你 relationship 咪是會使成安尼款呢？其實我對我嚟講，有時我對伊嚟講，本是一種我是一個 convenient 咯，所以我有執咩物件好之啊，我翕相去看咯。係啦，我講哎呀，冇人擺落去。特別你冇個點咯，一家的啦，就是冇個點嘅，我係想講 stop 三字冇講到話嘅。了特別你講白到你找到一個較愛 commit 嘅，你會使離開伊本啊？會使離開伊本嘅，但係問題是我冇拄過一個為我愛我愛個。頂到馬來西亞是咧？馬來西亞是有過，有一個感情，有一個愛情嘅，你應該會記嘛？我真係激心嘅一道嘅嚇，伊本身我真係激心嘅，有一個咯，呢樣嘢是真淒慘，真淒慘。After that，佢我是 feel 到講冇人大數嘅。是啦，就是時間就是會證明嗬，冇咁時間係死個情義情義。哎呦，做咩事頂到我激心加幾多年？一年兩年？我激心一兩年啊！我同你講，特別我近嚟咁好一步咋，我後來我上機面咋。但是我冇解分開，我冇去激死乜段點聲話啦，我冇嚟 Korea 哦，就是我講起換面嘅是冇嘅咯咋，你都咪感謝伊啊！我本感謝，你咪真係講 thank you for picking up 啊！哎呦呦，是，and then what connection your lost network trying to reconnect network connection， and then 嚇 connection 冇去，哇 YouTube OK，咪見啦，咱使看大啊，咱 before 咱嘅禮爆炸時 ，OK，感謝大家，講個一邊性啊，嚇，即係禮拜咧，但是講到有興趣要聽啊，邊啲學嘅即係話啲咧，讓特別 subscribe to 邊啲學嘅咧，我做呢這年啊，但 YouTube 特別別記講 subscribe，有人去 subscribe 啊，邊啲學嘅咧即係 channel subscribe 啊，個一定要見到是去 TikTok 啊。TikTok 我咪一千人啊，梗係睇做 live 就係邊嘅，所以當講兩百幾人嘅。琴日做，琴日開，老人琴日開，老人琴日開 account，今時啊，有人開到邊啲學嘅 account 咧，嚇，攞對使去對，阿邊開啊 TikTok account 咧，就使去隨便啲學嘅一對話咧，一千人啊，我繼續做 live 啊，今時啊，各位聽眾小聽，講嘅這邊先，下禮拜再見，拜拜。我係YouTube 別記 YouTube 啊，聽住你拜。Baru I 出了後，這邊 I close 了後。我同你是阿 John，你 Google 所冇聲而咗冇你冇第二咋？我知。你所咁聲而。等陣我講成日 YouTube 聽住你拜冇看，episode 正正一定看定聽 subscribe 嗎 ？subscribe 了是這邊定看定聽了，定一集正我係就落意思同啲咯。哎呦 ，just stop 啊！End stream。